咱们来串联今仔日的诗歌。第一首诗歌《古圣诗》第35首，新圣诗234首。我心实在懊恼，请更平平常。我心实在懊恼，因为上帝大恩，救我性命免得袂无，诚心实意敬尊。咱第一再听。我心实在懊恼，因为上帝大恩，救我性命免得袂无，诚心实意敬尊。第一再讲一摆。我心实在懊恼，因为上帝大恩，救我性命免得袂无，诚心实意敬尊。第二站，上帝大慈悲，赦我拢无罪过，又搁你叫所有事，我比你着以后。第三站，上帝有我罪恶，我当你所有。对住我罪恶，那天以为我不管我罪恶，阻碍我为神。第四站，亲像父母听人，怜悯所生的命，上帝也听敬意的人，也会父母的听。咱人生命若过，我往来做旧车。上帝慈爱永远回归，永恒是无恙。感谢主，诗歌内面甲咱讲，上帝也疼敬畏伊的人。咱坐一遮，咱来去想，咱是毋是敬畏？若无，较紧调整哦。来第二首的诗歌。古圣诗120首，新圣诗146首。救主出声叫我，救主出声叫我，软弱的人来陪我。大家鼓掌进前，是到救主的面前。我告主的恩典，罪我得到赦免。我大福气，甲欢喜，是因为靠救主的名。来第一站，救主出声叫我。我
主，阮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虽然疫情的期间，当时阮拢平安，只是阮也法度伫遮实体来聚会，阮向你献上大大的感恩。你甲阮讲，我靠主的恩典落到遐，我靠主的恩典，阮的罪过就去着赦免。阮有大福气甲欢喜，拢是因为靠主你的名。主，阮感谢你，阮安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天离开地遐尔悬，伊的之外对敬畏伊的人也是遐尔大。当离开西有偌远，伊互咱的罪过离开咱也是遐尔远。咱是三角的吟诗圣诗234首，有圣诗35首。我心实在的可乐，请非常起立。咱即时用台湾基督教会信仰个别来个别来信仰，咱看信息就头前面头影。哦，即是咱三个来个别请。我相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米的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施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圣性投胎，
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以伊的受苦，竟是伫个死过活，显明上帝的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搁好。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赏赐开咱，以阮伫万代生中做见证，直到主过来。阮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阮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体，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各定本伫本地，领导所有的自民，通过听甲受苦，来成做望的记号。阮信人对上帝的恩典来悔改。做去赦免，用虔诚、仁爱甲献身的生活归荣光上帝。阮信上帝互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来有份伫伊的创造，有责任甲伊三角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的制度，也有文艺、科学，搁有追求精神的心。总是人有罪，无良者的运势，破坏人万米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着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讨放，互受压制的得到自由平等。伫基督诚做新创造的人，互世界诚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阿门。感谢。咱就来给大家来交代新启文第48篇。新信息后壁面的启文第48篇，这是我来启请听这来。咱所听到的啥人会相信？对啥人显示？上主互伊的牧灵，亲像新的米付出来，亲像对大地发出来。伊无好形状，无好看头，通吸引人。嘛无好看的毛，互咱通羡慕。伊互人看轻，受人气煞。受真济人经历看地命。人黄面不看伊，咱了是伊无尊重。伊确实有担当咱的忧闷。总是咱就想讲，伊受责罚。上帝受苦楚。伊为着咱的过失，互抢插。咱就做看受伊担当刑罚，咱得着平安。伊拍伤，咱得着医好。咱都亲像羊迷路，逐个人行家己的路。真侪声。上主将咱众人的罪拢归伫伊身上。伊受压迫，受苦楚。总是伊忍受无出声。伊亲像羊羔，互人开一排。亲像羊母，互人折磨。一个声。伊拢无出声。伊受无公道的审判，互人掠去。敢有人关心伊的遭遇？伊为着我的子民的罪过受鞭挞。伊受处死，对人间消息。虽然伊无用暴力，无讲几杂的话，人将伊甲歹人来做对，互伊甲好野人共无地。总是上主的旨意，互伊受鞭挞、受苦楚，互伊通献性命，赎人的罪。伊的恩惠受，看着惊惊顺顺。
互上主的旨意通过。因为受苦，伊会挂上光。对伊的体验，伊的心满意足。我伊的牧灵要互真侪人做义人。伊要担当因的罪过。所以我要互因甲伊甲有地位的人，阮所得到的惠益。互伊甲强忍的人分战利品。因为伊放杀性命到死。来得罪人的名单。总是伊担当真侪人的罪。替还求赦免。这是咱三角来祈祷。我以今日阿爸爸上帝，感谢你的大量保守，尤其你全世界受疫情的影响，侪侪所在的人，因的生活行动受到阻挡。但是你互我伫台湾的生活真自由、真方便，嘛真安全。像是阮这个环境，我要感谢你，这是真侪国家所贡献。我们安尼得到这安尼的福气，来大大来感谢你。也感谢你，搁一摆赏赐我的机会，来到教会中来敬拜你。我们从新的一礼拜完全交托互上帝，交托我的主，由你来引带甲祝福，互阮所做所行会当符合照你的意思，互你欢喜。但日子袂中间，检测有人事务冲动，其实是身体软弱，会当来到阮中间的，即时也要有信心甲因同在。我只是要从今仔日的礼拜，家己主的面前，有主讲的三角做伙，安尼恳求感谢，我是奉耶稣基督圣名来祈祷。阿门。请信歌队为咱来献诗。
拄仔一开始听到小朋友的声，互咱感觉到信我对未来啊吼。哦，这是咱来恭守上帝的话。今日咱要看的是旧约第16章第60到第10节。咱若有早圣经的，会当翻开129、23面。123面，咱来看16章。为第60到第10节，咱3角来。咱3角来读，正。阿伦着为本身最俗最济的物件。为着本身甲伊的家赎罪，也着用这山羊甲安置伫会幕门口，耶和华的面前。阿伦就用这山羊两头两只为耶和华，两只为阿萨色的。阿伦就用这两头为耶和华的山羊献做赎罪祭。若是这两头为阿萨色的山羊，就活活安置伫耶和华的面前，替伊赎罪，放伊去旷野，归于阿萨色的。我上帝祝福，听伊的话，照伊的话来行啦。今日全部书要甲咱分享的主题是耶稣听的赎罪因果，在伊的时间后。阿萨向列啊，向列啊，来，大家先来祈祷。主啊，你上帝，阮三个组织，阮搁来一摆要对你话，而且三个是主，可你会当帮助，互阮对你话会明白、了解、晓悟，会当伫遐来宣扬、引传、带领，互更较侪人来归你。主，阮要怎样将你福音伫遐来宣扬？就是阮本身要怎样来知你福音的真正意义甲内容。主，可你借的手，伫阮正爱姊妹的心上，真正明白你的话，晓悟伫你的真理。来宣扬、引传、带领，更较侪人来归你。但只是可能你会当，互阮用心用神来敬拜你。阮只是要伫你面前，而且来分享大声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也即大家平安。咱大家应该真爱唱的一首诗歌吼。第2礼拜前，上长老伫咱大语堂。带领大家斗阵唱的一条歌叫啥物？真正好吼！这首真正好，通常是甲主耶稣真好，这2首结连斗阵，而且来唱。歌词伊伫遐安尼讲安那？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我拜1、拜2、拜3、拜4、拜5、拜6，规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为啥来信耶稣真正好咧？因为主耶稣安那真好，我要来学乐，我的耶稣对我真好，摕掉我的烦恼，互我逐日笑，我的耶稣对我真好。兄弟姊妹，为什么要邀请人来信耶稣咧？因为安那有一句讲，食好就安那斗相报，我毋知你有食着好无？这是咱伫信仰上一个真重要的经验。因为咱家己有领受着，信耶稣真好，所以毋万咱的朋友会当得到信耶稣即个真好的好处。那你到底信耶稣有啥物好处咧？是我伫遮真简单，伫遮甲咱讲。我的耶稣对我真好，摕掉我的烦恼，互我逐日笑。我的耶稣对我真好。
咱而家讲耶稣对我真好，伊怎样对我遮尔好咧？因安那伊摕着我的烦恼，互我逐日笑。有啥主耶稣会当摕着我的烦恼，互我逐日笑咧？最近牧师要甲大家来分享，耶稣会当摕着你，摕着我的烦恼，互你逐日笑。因为耶稣伊就是听的赎罪羊羔，确实。耶稣就是听的赎罪羊羔，伊上帝所收出咱世间人上水上好的礼物，上大的恩典。为虾米呢？因为伊丰盛完全的听，互咱行行忍耐，即个心找到最安全的倚靠。某兄这真苦恼、真烦恼，会对牧师讲：牧师啊，我暗时拢困袂去呢，我哪爱食啥物？啊，爱困药啊，安眠药。我相信咱即边来已经有。失眠困袂去，相信对真侪人来讲是种真痛苦的烦恼。通常困袂去的原因就是安那，头壳你即个什么细胞啦，像个安那，像个活动啦，太活跃了，吼，像个活动活泼，好像什么过动儿，你捌知影什么叫过动儿无？我讲过动的老母吼，还是老爸非常的辛苦。哦，迄囡仔逐工老母就对，不过爸母的辛苦会较勇啦吼。不过真辛苦吼。啊，跳来跳去，走来走去，天风啊叫困。所以咱只困袂去，常常伊安那想多，烦恼过头，真侪意念，真侪想法，一直伫这脑海中，若像跑马灯一盘药伫安那，一直咧闪，一直咧走。啊，到底咧想啥物呢？到底伫咧烦恼啥物？其实转来转去，差不多是家己安那的过去、家己的现在，以及将来还袂发生的代志有关系。其咱单单来想家己的过去、现在甲将来还袂发生的代志，就已经互人感觉真超凡。总是。咱搁毋是干想咱家己的呢，搁想啥物啦？我的囝啦，我的时代啦，我的朋友啦，我所关心的人啦，哦，毋通家己，连别人的分家人拢摕来想，关心敌人，你所在意、挂心的人，是毋是你所讨厌的人？伊的过去、现在甲将来到底会怎样？拢会放伫你的脑海中，伫安那一直咧想，一直咧想，一直想，因为姊妹。像咱人的一粒头壳偌大粒，会当装偌侪物件。每一工想遐尼侪代志，我咧讲无失眠才奇怪。人为什么想多咧？上大的原因就是欠缺迄个安全感，也会互你担心挂虑的，会互你伫遐惊吓忍耐。咱伫遐担心，咱伫遐真惊吓，无好的代志会发生伫咱的心上。共款，也是咱所听的人的心情。我会记得即个国产的疫苗叫啥物？你敢知影高端到呾拍，无几人拍，讲较少人拍，死几个人？啊，6个，敢真正甲斗党有关系？唔知影。啊 ，A 你死几个人？我咧讲，无水阵，无水拍高端吼，我咧讲。阮查某听阮囝，你去拍吼，啊，你爱注意安全吼，甲你评评价，啊，拍了咧，啊，你安怎评价无咧吼？我讲，我就拢无啥物感觉吼，迄个听足侪人咧想啊，真关心咱，所以伊因着烦恼，伊就伫遐关心，遐发生的代志，伫咱所听的人的心上，所以烦恼多，担心多，就笑袂出来。啊，即个呐，听人讲一寡无好的物件、无好的话，拢有影响，所以咱一定爱记，咱一定爱记。每一工有遮尔侪无形的压力，无哪像叮当的大一粒对咱的心头顶，当然困袂去。所以要知影就你家己吼，就你所伫遐听到的、领受到的，无好歹咱来放一边。我是讲好的，摕来咱啊。放的较好，但是好诶，若放伤多，若袂使咧。啊呐，伤过兴奋，伤过欢喜，咱放袂起来个，只甲放一边。我会记我以前，
甲一位迄个福建科医生伫遐咧分享，伊甲我讲一项，我毋知恁厝诶吼，你个房间内底头前放诶啥物件？你若讲若放电视，你暗时就咧放电视。我毋知影啊，你讲啊，伊拢在咧看电视咧想遐有诶无诶，所以你个头前啊，若爱一边，会当互你困诶一个倒位，爱一个啥物啊？会当互你安眠诶物件，那个最重要吼。甲这是真重要，这遐会滋袂？咱个知影，咱要早伫遐化解遮有诶无诶，会当放一边。伫遮就是讲，互咱知影着福音就是好消息。这个好消息要甲咱讲，上帝囝耶稣基督已经来，伊是真正好上帝囝，伊会当提早你我的烦恼，互咱逐日笑的主耶稣，因为伊来带来上帝真实的保证。什么保证呢？就是上帝真正关心你，上帝真正疼惜你，你所担心烦恼一切代志，伊拢知。伊也愿意为着你来承担负责，伫你的生命中所无法度承担的一切重担。所以真正好的福音就是，无论咱并毋是孤儿，咱毋是歹命囝，咱是上帝心肝宝贝。是上帝心头中的一块什么？人讲一块什么肉？咱一生无论过去、现在、将来，这将来咱都毋知影的将来，咱拢因为有耶稣，会当活伫上帝丰盛、富有、慈爱、恩典的祝福中间，这是真正福音。听姊妹。伫新约圣经中间，将真正好的福音讲解上清楚的，就是保罗伫哥林多前书15章1节到4节，伊遐所甲咱讲，伊讲兄弟啊，我互恁知我前所传落恁的福音，恁所承受所挖互来徛在的，恁若接受我所传落恁福音的道理，也毋是空空信，就对即个得救，毋是空空信，就对即个啊得救。以我所受来传互恁的第一，就基督为着咱的罪来死，照圣经所记载，各埋葬第3日复活，也照圣经所记载。遐会姊妹，真正好的福音，就是上帝囝耶稣基督为着疼，道成肉体。伊是为着疼你疼我来出世，也是为着疼受钉死伫十字架顶，是为着担当咱的过犯甲罪孽来死。所以主耶稣并无停留伫绝望的阴间内面，死无的中间，伊有对死国活，用国活赢过罪恶甲死无的关系。证明伊真真实实是生命的主，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所以耶稣的讲法，互咱知影，人为活路就是只有相信耶稣，信耶稣的人，人生的倚靠是倚靠耶稣赢过罪甲死亡的关系，来得到丰盛的生命，属天的平安，并且将来也要甲主伫啊同齐党呢。要当享受着永远活的欢喜，这种是会当互咱专门活过较欢喜的代志，听姊妹。咱会知影人的生命是对倒落来，咱真清楚。基督徒应该更较清楚，就是咱对上帝来，咱原本就属于上帝，所以咱起来到遮，转去就要去啊上帝遐。所以咱上帝所听，看做宝贵的。上帝愿意将一切水甲好的祝福要互咱，祝福咱。总是咱知影人会失落，最主要来自啥物？无信任上帝，无相信上帝对人的意念是小事平安的意念。人因焦虑，遇到心目中无安全感，毋肯将家己的人生全然的交托上帝，想要倚靠家己的聪明。来得到更较水、更较好的人生，就像是爱在乐园中间的亚当甲夏娃共款，想要选择
选择即个家己认为上好的路，结果所带来不过是路口愁烦、担忧忧苦、汗流满面，你会知袂？无上帝，单单靠家己，的人生是非常的操烦，非常的放荡。虽然也真认真，也真努力，却无真正的平安，无喜乐，无满足，只有空虚的空虚，无奈的痛苦。即款人生是通死无绝望的不归路。当然咱知影上帝疼咱，伊无忍人，无忍心人，路口超完世人，迄活得甲空虚无奈，强死无绝望的不归路。所以上帝就为咱人类来准备一条什么救恩的道路。耶稣疼会赎罪羊羔，就是上帝所为着咱备办救恩的路。通过耶稣，一切错误拢要校正回归，配合人甲上帝关系，配合人真正身份地位，找到人真正的价值甲意义。其实，而且咧讲传福音，咱其实有一个宗派我毋知恁以前捌听过。即个宗派咧共传福音以前拢怎啊？恁有里面有祸了，这个应该先传什么？祸因恁敢听有？在传福音前爱先传祸因。什么是祸因呢？祸灾厄灾祸的这个福音，从上帝受气。因伫讲的中间就讲上帝的受气，上帝的审判。所以耶利米书17章9节到10节，甲咱讲，人的心比万年较诡谲，歹到极头。之最的反意我摇花干着人的心，使人从富的，要照大人所行的，甲伊所做的代志来的结果来报应伊。以赛亚书9章27节来讲。国早所注定的，人有一摆死，以后有审判。你会知袂？咱会知人犯罪离开上帝，结果对这个灵这个灵失去了稳固，咱的心失去了平安。我哋家兄恐慌、乱呢，无安全的中间，为了保家己，是无少故意去伤害别人。最近伫咧看即个阿富汗的即个政变，即个报道，伊发生伫全世界各地方的灾难，实在互咱感觉非常的担心，也真侪人伫遐挂心。所以活入罪内面的人，真实的状况是怎样呢？圣经伫遮早就有记载，罗马人书1章28节到32节来讲，因既然毋肯遵上帝伫因的心思。上帝较好伫因不中用的心，行毋合宜的事，充满拢种的不义、歹代、贪心、恶毒，满怨毒、馨香、三指奸诈、好心眼，做讲家者后的话的、诽谤的、怨恨上帝的、武断的、骄傲的、偏颇的、做作歹代的、侮辱父母的。无明理的，无守约的，无亲人情的，无怜悯的，因既知影上帝的耳断，行这个代志的人应该死，将那家己行，搁别人行，因也甲伊欢喜。听即个免看别人，咱会当touch咱家己的良心，试想看，这段圣经在所甲咱讲的，咱到底有几项？安尼生，咱暗时间真正困会去吗？咱真正困会去吗？其实，这并是你我的困境，这是咱全人类的困境。各个人的困难，绝对无法度将家己对这个歹的念头，而且为人生伫遐来拯救出来。只有上帝为了人类所备办这个赎罪的路。
伫规个圣经入去的中间，上帝教导人献祭，借着即个献祭的赎罪仪式，来表明罪得到赦免，洗清污秽，拍开拯救的门，互人咱重新搁再甲上帝亲近，一条平安喜乐、稳定祝福的路。这今日所读这段圣经节，利未记16章的记载，咱讲是非常重要。伊旧约的献祭是一种仪表，就好像伫遐咧排练排练有演一样。1500万年来，以色列人不断伫遐排练有演，献即个赎罪式祭的仪式，一直等到主耶稣伫世界顶，伫遐为着家己诚侪祭物来献上，真正赎罪祭才算大功告成。耶稣这位真正听的赎罪羊羔，才会当真正满足上帝的心意，互人得到真正的救赎。所以咱知过去献祭，人的献祭是要得到平安，免领受甲上帝即个和解和好，用心计较，伫遐咧准备，伫遐咧献祭，到伫什么人？到伫耶稣基督，伫遐献祭了，来得到完全。利未记16章所记载，是以色列人一年一摆最大赎罪祭的仪式。这赎罪祭是为了全百姓的无清气，会讲无心无小心伫遐来犯罪，伫遐来赎罪。今日提到大祭司亚伦，着献做本身做赎罪祭的牛角，为了本身甲伊的家赎罪，也着用迄两只山羊犅安置伫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亚伦着为着迄两只山羊念口，念一只归耶和华，念一只归亚撒谢列。亚伦就用迄只念口归耶和华的山羊献做赎罪祭，若是迄只念口归亚撒谢列的山羊，就把我安置伫耶和华面前替赎罪，放伊去旷野，归伫亚撒谢列。利未记16章60到10的记载。伫这个所在，甲咱讲，赎罪祭有两方面的有表甲功效。赎罪祭，而且献祭的两只羊羔，一只是归予耶和华，一只是归予亚撒谢列。这两只羊拢是以表主耶稣，归予耶和华的羊被抬诚侪祭物，以表耶稣要代替人。对，代替罪人来死，所流出来的火，具备有清理罪的功效。这个功效就是除尽这个罪恶，赎尽这的罪孽。这人的上帝面前才会当圣洁，无搁再是罪人。献落耶和华的羊被抬献祭了后，这是搁指定人将归予亚撒谢列的羊送到无人的旷野去。亚撒谢列这个字的意思是安彻底的迁移，是讲迁徙，以了耶稣完全的赦免，将咱的罪，就互咱伫这个罪中完全去到讨办，罪彻底伫迁到移甩。这个功效，就是咱引进上帝的义，永远的义，顶起这个顶头生的生命。这伫基督内面。咱就是新创造的人，过的代志拢已经过去，拢变成做新的。所以咱对旧约仪表甲新约的时代，上帝按照着伊的时间表所定着的日子，差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为着疼咱，为着要咱对罪甲死亡的关系中间得到讨办，伊担当世间人的罪，被钉死伫世界顶。伊要代替咱，咱像以赛亚书53章60所甲咱讲的，咱拢亲像羊迷路，逐人行家己的偏路，
也我互咱众人的罪拢归伫伊的身上。这基督内面，咱成做新创造的人，像诗篇103篇12节所甲咱讲的，当离开西有偌远，由咱的罪过离开咱，也是遐远。兄姊妹，人会骄傲、自私，为咱带人真正的幸福，只会将人推向这个可怕的罪恶甲死亡的深渊内面。咱看咱目前眼前咱所看到最悲剧，无论是这个肺炎、新冠肺炎，造成全世界大灾难，也是这个阿富汗的政变，也是讲这个海地总统被暗杀，啊，拄着这个7.2的大地震等等，咱拢看到埋伏伫人，是讲伫人性内面非常卑劣可怕的罪，总是价顶无做耶稣，伊为着咱找回这个失落的痛，通互人伫痛的安全感的中间，体认着生命真正的意义甲价值。以上帝听的赎罪羊羔，那是罗马人书6章23节所甲咱讲的。因为罪恶的工钱是死，但是上帝的恩赐是永远，在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因为安尼生信耶稣的人，不但罪得到上帝赦免，连原先捆绑伊的罪，也彻底的被清算。伫主的内面，咱拥有着新的活命，就那像顶头生的人，重新受创造的一个新的人，互上帝听伫遐管压的人、滋润的人，因为安尼生，咱有真正的安全感，佮满有平安甲喜乐。总是有一寡兄弟佫真困扰，我已经信耶稣啊，为虾米我佫会犯罪咧？每一摆犯罪，心头拢真艰苦。总是安那认罪了，佫会犯，这是因为咱拄啊信主，咱拢像初生的婴仔，幼嫩软弱。过去旧的我，依然强大，伫遐控制着你，所以咱必须邀请主耶稣来到咱的心目中做主。咱在不断的吸收灵的奶。咱这个婴仔爱食这个奶，这个奶就是灵的奶，才会当常常伫上帝话的顶面，伫遐得到养饲，伫遐领受这个属灵的生命，幼细这个新的灵，在渐渐长大成人，刚强壮胆，靠主得胜，赢过这个老的我、旧的我，结出圣神好的果子。假使咱若毋肯食这个灵粮，无欢喜读圣经，咱的灵命当然无法度成长。假使咱毋肯学习祈祷，听咱上帝的声音，反正去听遐个无好的、做的，也是安那，家己想要做上帝迄种的想法甲思考，当然也无法度认捌上帝，只干那会认捌着罪，继续互即个罪伫遐甲你安那掌控、掌握。兄姊妹，咱必须认捌你属灵的新的身份。以你上帝最亲爱的心肝宝贝，上帝听你，甘愿为着你来放杀伊的性命。上帝丰盛的听管辖伫你，你的心内才有真正真实的安全感。伊伫基督的内面，咱成做新创造的人，咱的身份是尊贵的，是得到上帝听的上帝儿女。上帝囝儿，兄姊妹，让咱确信信耶稣已经为着咱真正的事，就要放心、来安心、坚定的信心，将咱家己交托伫伊的手中，
包括爱受即个魔鬼撒旦的语言，来白贼话，伫遐甲你欺骗，你的心就会常常有遮个困扰，你的暗时就会好困，安那，都困到敢若婴仔同时无？哦，恁看到婴仔咧困无？有安稳无？是安那困伫啥物？老母老爸，知影边仔有啥物安全感？你咧困的时候，你有感觉上帝伫你身躯边无？你若无吼，困袂去，我跟你讲，真正是安尼，这是非常的对。所以你暗时才会好困。所以咱一个得到基督救赎的人，咱必须要照三顿，读上帝的话，食上帝的灵粮，咱的内面新的灵命才会当渐渐伫遐长大成熟。所以通过读圣经、祈祷，更加来认识上帝。通过祈祷学习，甲上帝沟通，关系若愈好，领受的祝福就会愈多愈丰盛，甚至安那深深的相信，相信啥物？上帝疼你，上帝非常的疼你，伊的心意就是要将这个丰盛、富有完完享受你，祝福你。愿上帝咱帮助咱专心的往后相信，我相信咱的上帝必定会当互咱领受伊最大的祝福，甲丰盛富有。愿上帝祝福咱大家，咱三同心来祈祷。主啊，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是公义搁圣洁的上帝，来慈悲怜悯疼痛的上帝。你小事阮万行有，互阮明白你大的疼痛。特别当阮犯罪乱了累积的时阵，你来到阮的面前，互阮看见你大的恩光，对着你的话体会着你对阮的疼，特别羊羔宝血洗清阮的罪，我咱坚持对着你的信，坚固阮对你的疼，见证伫阮四周的人，讲起你加深阮属灵的性命，对你的信愈来愈坚固。并且会当诚侪你活活见证你，来引带更较侪人归你，来应光于你。原来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陈牧师带来以后的信息，回应上帝的话，是咱三角内面信息140首，有信息120首，救主所写叫我。那这咱请记日，咱来念全首。一个救主宝贝。
声就是去思念是公公的。咱来用396条。主你听阮的祈祷，阮感谢你，阮献上阮的感恩，照住你的旨意来行做一切圣工，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请坐。唔知今日到新的内面，恁的朋友有吗？哦。若无咱即时先来读今仔日的经句，好无？咱当看头前的投影片，就是咱即个主播的内容。咱三个来读，请。因为我所受在发乎你的，第一就是宇宙为了咱的罪死，照圣经所记载，各有埋藏。第三日到我，也照圣经所记载，哥林多前书15章30到40节。因为我所受来传乎你的，第一就是宇宙为了咱的罪死。照圣经所记载，各有埋藏。第三日到我，也照圣经所记载，哥林多前书15章30到40节。这是请因为宣布。我来报告。首先，咱感谢上帝恩典，咱教会恢复这个实体的礼拜，嘛。请兄弟当配合即个相关的规定，咱聚会过程中间拢爱带水啊，咱如果你来顺，请咱扫手口，咱座位拢有拍叉叉吼，这所在咱就莫坐，即上一排椅啊，4个位坐2个人。好，较等下礼拜四服务团嘅4楼聚会是要联系甲干部的改选，主理是外照长老甲内员会长。请市民拢有参加。第二场礼拜后，伊3楼有叫去定期的讲习会，请讲习，还有团体团长去参加。讲习会煞继续要推小会，请小会嘛提供。另外，咱为了要帮助鼓励兄弟当参与夫妻福音祈祷小组，咱对今礼拜开始，咱全部都有迄个当参考的祈祷文。咱来参考来使用。第二项就是大陆即礼拜9月12日的即个礼拜登记也即爱伫9月第7开始拜日9点开始，咱教会堂甲清洁团体赖群组咱名额大概是82。第三项，咱恭喜咱教会礼堂甲秘书。
政府有拢对着即个无私的资格，而且为着即个家庭大众，不准为义办适合着教会来服务。第四项，咱中医中联乡要选一个炸药的义办9月12日，澳洲平安行善节查某囝，完上帝大大祝福小朋友会当来平安幸福，以主的爱勇敢来成长。另外，咱教会奖学金开始申请，要鼓励学生有优良的成绩、好的品格，热心参加教会团体活动。这个资格请咱家己看，符合资格请咱哩这个有这资料会当给这个主日学校长、文艺校长，应该是林老师。第六项，请咱各团队要注意咱会记咧伫10月底之前完成这个团契干部同工的改选。第9项，咱伫拜五暗时8点有邀请郑俊奎牧师来带领查经祈祷，欢迎兄弟最后来参加。好，这摆寿星一位离海峡的对岸要请妈妈给咱传达一下咱该祝伊那个生日快乐咱老看伊这个FB应该是过了真快乐包括两个老母囝感谢主。风气部分请咱家己看，万一若出力是当用会计出来经济。咱请牧师团最后来开导。咱这三角区为着咱所关心、咱所在座的对象，咱三角区相对一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三角组织，主阮在听阮的教会，听阮正行之路。但只是阮用感恩的心，也伫你的面前对你的感谢。算阮直接也献上阮的祈祷，讲你为着阮的教会需要，而且为着阮举办，特别挑出礼拜堂是阮的敬拜中心。会知伫咧所在有搁较侪人伫咧潮州敬拜，也当带领引带搁较侪人回应你，做可你特别为着阮举办。我来为着新邦移民教会的福音事工做可也特别全部做正行之个三角地地。青年人的需要，做可也特别为着阮的青年人举办保护对象，特别伫属灵的生命顶面，更加甲主愈来愈亲近，更加认捌主。做可也特别甲青年人三角地地。阮只是也特别为着遮个出外会间志备军，因已经伫国外生活工作。有家庭，做可少个小可能因的心情，特别这段新冠肺炎的流行中间，会当保守因的身躯健康，自主管理，也领受上帝你大的恩典。做可能特别也甲遮个病痛，因向姊妹三角地地，阮因伫厝诶伫咧调养，也是伫咧看医生。也是咧经验着因本身有时伫即个病痛中会痛苦的时，做可安慰、医治、帮咱手，甲因三角地地，帮助因坚固伫因的心智，坚固伫因的信心，坚固因甲上帝你搁较有亲密的关系，做可甲遮个兄姊妹三角地地。所以我也感谢你，为着预凡搁有一个婴仔来出世，伫上帝你的看顾中来平安。会当伫无开费侪钱的顶面，领受你大大的恩典，主阮只来感谢你，会恳求你甲伊三角地地。阮的姊妹林姐，伊前车祸，主可也特别看到伊的身躯的需要，伊即时。互伊的身躯因所拄着伤害，来伫医生照顾伊的人的看护中，得到上帝你的医治帮助，所以可能也特别甲伊三角地地。互伊这两个囝是单位，所以可能也特别看顾因全家得到你的看顾甲保守。新冠肺炎的这段疫情的顶面，起起落落。所以会当保守阮台湾以及全世界，伫这段疫情的顶面，
咱当来多。阮正人类更加知影人的美术欠缺啊无够，所以当伫遐来敲出回应创造主上帝，更加明白甲上帝你中间的关系。阮教会阿姨姊来家庭做盘做怎样特别继续带领阮帮助阮。阮不但伫上帝的性命得长进，伫上帝你的话顶面更加会当骄傲，经验甲上帝你更加亲密的关系。解除阮身躯的欠缺甲无够，解除阮的心思意念，一心仰望你。再一摆从阮本身伫阮兄弟姊妹，问阮带倒的对象，也是阮本身的需要的祈祷。拄阮拢献上伫你面前，看你特别听阮的祈祷。阮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即时要来吟上的诗，146首有信息是新信息395首，有信息515首，至圣天地阮感谢你。来面对煞的请落来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爱，常享受圣神的帮助甲引带，对一时到永世来无尽。阿门。结束，完祝播出，加入动。